来看台中的自助洗衫店的数量全国上多，也毋过无亲像台北还是桃园有定安全管理驻地条例，所以民众是烦恼讲洗衫店设伫徛街区，使用假数会有风险。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因现在法规已经有规范，未来会加强稽查。 衫伫咧洗衫机内底滚价，民众生活形态改变，自助洗衫需求增加，街边店愈来愈多。但是店家常常以天然气加速作为机器运转的燃料，有民众烦恼公安问题，但是也有人感觉影响无大。如果他是在住宅区里面的话，他没有好好的规范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没有人有办法负责，或者是找不到那个规范，其实对周边居民都没有保障。从来不会想说把衣服拿去外面洗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里都有洗衣机啊，不然洗衣机卖给谁？ 根据财政部统计，去年6都自助洗衫店，台中413间上多，数落来是桃园、高雄、新北、台南、甲台北。今年3月有一名台中男子，直接扔入去滚筒洗衫机内底耍，影片引起了批评甲公安疑虑。不过目前敢若有台北订有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驻地条例，桃园是今年8月预告制定驻地条例草案，台中目前无专法。 有业者讲，逐年雅士公司拢会来检查讲线，家己逐工也拢会巡场，但是业界品管不一，希望会当有强制规定，对业者甲消费者拢是保障。应该要强制一点比较好啦，因为我也不想要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它这个是属于那个瓦斯类的，它爆炸的话不是在里面爆炸，它也会弹出去外面，左右邻居保护的话哈，是对相对的对他个人也对那个消费者也好。本局已将自助洗衣店纳入每年天然气查核的重点，并督导公用事业加强宣导业者加装微电脑瓦斯表或紧急遮断设备，以提升用气安全。警方局表示，自助洗衫店上主要的公安问题是火灾甲噪音，甲一般民间市场发生火警是小型。依照内政部消防署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办理就有够。未来会将自助洗衫店列入每年天然气事业查核重点，鼓励业者加装微电脑加数表，或者是紧急中断装置，以提升用气安全。记者台中报道。